今年聖誕節由國際冰球聯合會授權，香港冰球協會主辦，民政事務局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及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資助嘅亞洲女子冰球挑戰盃第一組別香港站賽事將喺九龍灣溜冰場舉行。大戰當前，香港冰球女子代表隊都加緊練習，積極備戰，務求以最佳狀態迎接各國勁旅，爭取佳績。女子亞洲冰球挑戰盃將會喺12月26號到28號晚上7點到12點喺九龍灣溜冰場舉行。屆時，香港女子冰球代表隊將會分別迎戰嚟自新加坡、泰國以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嘅勁旅，市民可以免費到場參與。